请问俗语伫咧讲，也要好，也要慳钱生贪倒，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望子成龙 ，B. 好事多磨 ，C. 人的老师欲望，人的欲望无限。是你有40秒的时间，欲望无念的，人的欲望，贪钱，什么叫生贪倒？欲望。你也要这种的，也要迄种的，你要买物件就多，想买物件都济啊！你想买啊？哎，慳钱做到生，我看，啊！慳钱后我就到生有无？慳钱，后啊拖就紧的。对啊。哦，好，望子成龙，先甲去掉吼。好来。好事多磨。好事多无啊嘛无咯。感觉无成吼？无成呢。这哥，你感觉是好事多无啊？莫讲问啊！爱保护伊，爱保护伊，我感觉吼，三个拢有可能哦。用成的，拢足成的。后回吼，会用咧找啲哥搬干事。嘿，袂歹应该哦。可以好哦。哦，好，安尼我选好啊，我感觉你嘛选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嘛有答嘛？我看甲恁弟弟有好落啊无？ C 有共款无？人的欲望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 C 人的欲望无限。好，咱来看者，人的欲望无限，对唔对？恭喜哦，你到8千咯，厉害厉害！唔通想伤济，好，来老师。哦，这就是讲人逐项要爱啦吼，因都要讲。啊，过来讲慳钱生贪倒吼，咱慳钱一般是安尼直生，因为正慳钱头袂使伤定，爱较松咧吼，啊伊会按直生。啊，你若生贪倒，搁较好过，但凊彩卡者就起来。所以讲伤爱逐项足好的，好甲拢无讲会当停落来一工啦。所以讲迄个欲望无限啦。有影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